好，1656年9月初5拜二。小文你好哦，小文老师啊，好来，咱开始来读。1656年9月初5拜二，乌阴天，有小落雨吼。这个港岛应真大。有3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270个大波载起45629斤落甲肉。马有老师吼，7334斤咸鱼，3425斤虾啊，4095斤蚵仔，4925斤糖，1500斤的糖水，1149袋馍啊，甲其他无价值的。杂碎吼。今年4月初6，阮捌对此地派一个西南人炸着阮的批去北京，互死神 Peter Dan Goyer 和 Jacob Kaiser 阁下。目的是希望讲，安尼阮会当真紧对即个西南人遐收到对迄边所炸转来消息，讲和塔坦的军方已经达成通商贸易的良好结果。以便将这个消息传转去巴达比亚去互国下，但是呢，互人感觉遗憾。阮到今拢还未收到期待中的消息，因为阮确实知影巴达比亚的国下也同款热切期盼着要知影即寡死神的消息，所以长官国下今仔日搁再一次写一张批，专程派一个人，应该嘛是一个西南人吼。对此地送去北京遐，互迄寡死神阁下答应迄个人讲，为着即个目的，就是对台湾去北京一抓即个目的，将会支付伊银200两。阮伫个批里真郑重吼，真郑重来建议即寡死神阁下讲，请因将迄边交涉的情形尽量较紧设法甲巴达比亚的国下讲，我来查一下郑重这个词台语要安怎讲？Marinor 受郑重吼，郑重。好 ，OK， 郑重就郑重。阮伫批里真郑重来建议即寡死神阁下讲，请因将迄边交涉的情形尽量较紧设法甲巴达比亚的阁下讲，同时也甲在此地的阮讲，阮收到消息了后，也会对遮用本柜第一帮船传送转去巴达比亚，因为双港坐下经由2道航线送去巴达比亚，安尼会较好，等等。就如从书信铺呢，即一张批所看到的安尼。9月初6拜3，风对东南方强烈继续吹来，天气大蒙炎热，有时落雨。这个港岛应真大。9月初7拜4，透南风好天，无重要代志。9月8号、9号。拜5、拜6，含章相像无重要代志，只有你无用着为着快艇马尔森号以及大篷船阿婆本号装糖。今仔日这2只船拢已经装糖装好，若是天气良好，就随便载去平湖交互柳云2号。今仔日领航员吼，坐着3班。落去即个港岛检查港岛的情形，伊转来报告讲，港岛里所有的航漂
拢被冲走去。而伊因为迄个港岛呢的应悬水急吼，应诚悬水错漏，无法度来布置航漂，因此必须要听候较好的时机再当去布置。伫咧即个期间，迄只快艇马尔森号离开站桥，由 Z Hunt 号来停靠站桥。昨昏透南风，今仔日透西北风。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即个岛屿北边的淡水，做15个打包，再去下列的物件。下列的好物啦吼，10米桶的烧酒，5罐的又个5罐的烧酒，100罐的三酒，45拿糖，100包鲜奶薰草，10袋米，1担面粉甲1拿冰糖。9月10号礼拜日啦吼。上午大篷船 Rootwas 号对平湖载着快艇 Ruini 号顶头的货物转来入港，也载来即只快艇的主管写一张简短的批里无写啥物重要的代志。有2个住伫咧厝地台湾的新仔人分别讲，因对即只大篷船收到对平湖寄来批写讲，今年8月11号海定市被塔坦人和叛徒夺去了。抢去了吼，此外无写任何其他有关的详情。又搁讲，最近对此地出航的迄3只篷船，伫咧平湖听到即个消息了后，就停止因要前往厦门的原定的行程。留伫咧平湖听候更较清楚的消息，因为因毋知影讲厦门市会因为安尼变做怎样的情形。强风对东北风吹来，入夜了后变成狂风暴雨。9月11号拜一，风也是真强烈对北风吹来，天气大蒙到正中昼12点的时阵，迄个强烈的风真忽然间煞停落来，四境完全无风，一直到约1点钟后，开始感觉有风。伫对南方吹来吼，透南着雨水，就安尼真看吹，即个透到暗时啊，约8点钟的时阵，风势大增强，并且落大雨，渐渐增强到变成极大狂风暴雨，所以风台北拄过迄款吼。还阁继续咧加强风势吼，这应该就是风台咯。我好甲你写啦，想这应该是风台吼。一直到约5夜12点的时阵，风势才略啊减退，但是也毋是全部平息吼。天顶嘛乌阴甲看袂到任何的外景。9月12号拜二。早起天拄光的时阵，即时天气已经大致上已经平静落来了吼。阮真意外，也互阮真伤心，看着讲快艇马尔森号的船长家己惊吓来讲，迄只快艇伫咧站顶半暝，约10点钟的时阵，伫咧迄个强大惊人的暴风雨当中，被西南风透来暴风。来车并去，船面向着北线无洲被杀去吼，因此有7个人不幸淹死，其余的43个人借着小船上水逃生得救。就像阮现在亲目所看到因的真实的情况安尼，因此长官阁下就调集福尔摩沙议会议员，要伫咧因的面头前征询前来处理所有船长甲驾驶人员的意见。伫咧即个情况之下，有啥物上好的办法会当将迄只快艇抢救起来？问过因了后，阮看到因大多数的人拢认为讲真恶来抢救，因为因烦恼讲迄只快艇会被继续拍来即个海水对北线尾的甲湾冲落去，对
甲湾冲落来，迄个沙土来甲因吞起来吼，就是惊迄只船去互沙土吞起来了吼。因此，因真肯定认为讲，若是迄寡沙土还阁留伫咧船里，都袂当吼，迄只船阁再徛起来吼，袂当吼迄只船阁再就是拄则讲刹车倒嘛，无法度阁徛起来。而且咧，阮处地又阁欠缺会当互该船徛起来适当的即个工具吼。长官阁下也征询过迄寡议员的意见了后，长官阁下含迄寡议员就该动上水迄寡船的专家，同齐对处地落去迄只失事的船遐，要去遐斟酌来查看迄只船。去到遐了后，发现讲迄寡围楼吼，摇流啊伸出水面吼。围楼应该就是桅杆顶头一个徛的所在啦吼。流啊伸出水面，遐的水深只敢有5尺，也有一寡大炮的炮喙吼，伸出水面吼。就安尼，迄只快艇强完全边倒伫咧即个侧面吼，就是侧面，就是只快艇差不多是规个边的倒伫涂骹啦吼。阮敢若会当安尼来推想，该船一定是被迄个强风渐渐甩离开该船的顶，然后连骨再去跨伫咧沙土，然后去互强大的风力来扯车倒去吼。再边啊倒伫遐吼，无人听过像处地遮尔啊封闭的港湾，四面拢防护着停泊中的船只的港湾，抑阁会发生即种船难。但是对上帝手里来的，毕竟无啥物是无可能的吼。风台风就透的吼。上水迄只马尔森号的船友讲，伊离开荷兰以前，就已经甲即只快艇无用的即个欠点公司的主管来充分警告过，因为该船这个下面吼食水伤浅吼，食水伤浅，水面上的部分又阁伤悬伤阔。当然，敢若像伫咧平顺的水面上航行的装班的游艇哦，意思讲是平常时你驶佚佗的船就对了吼，袂堪伫暴风的即个袭击吼，而且该船装满货物了后，就会看起来真无用。就像现在装上560箱的糖以后，就显示出来安尼变成讲船尾食水10尺，船头食水9尺。再问安尼货物出海也会是安尼的情形啦吼。船顶的迄寡糖大部大概是已经是拢无法度抢救了吼，因为可能拢已经扬起啊。不过若会当将即只快艇搁再浮起来吼，搁较抱好起来，躺起来吼。阮游员要尽力来设法来抢救吼。因此，遂命令所有的船长、驾驶员、甲船的专家准备好一切，考虑各种可能的方法，选定其中上好、上会当做即个方法，尽量较紧去开始行动。迄只大篷船Vars号站用2个钉甲5条锁啊固定伫咧岸边，也被即个暴风来吹走。迄寡锁啊拢敢若像麻线安尼来断去吼。不过，该船又搁伫水中用主钉吼，算爬主钉吼，所以稳伫遐啦吼，所以免无遭受到意外事故。迄只大篷船阿普本号载着200箱的糖停伫咧港道上，准备天气若好，就要出航前往澎湖。也伫咧即个暴风中费尽气力，才用钉来
稳住，稳住，稳是台语稳是形容词是在啦吼，要做动词上就要哪用？也伫咧暴风中飞进溃力才裁掉咧吼，我背安尼翻吼。也幸免遭致损害。迄只快艇宇航号伫咧此地停靠栈桥，用一个铜钉重的钉固定伫咧岸上。迄个钉也伫咧涂骹被拖走一段距离。毋过该船也会得以幸免遇难吼。下晡1点半钟的时阵，阮伫咧此地感受到一次相当大的地动。然后煞接真忽然间落一场真美丽的一个骤雨，落一破真大破的雨啦吼。骤雨过后，天气又搁平静落来，风对西南风吹来，继续落雨。阮听到伫咧对岸赤坎浪地的舟族，也因为即个暴风雨遭受到损害。若毋是安尼，即马迄寡舟仔还搁伫咧产年生甲真好吼。9月12号，9月12号，一般若伫阮心着遮舟仔拢已经挂起来啊！我想看觅，9月12号挂起来，可能准备要搁布产啊咧，还是已经布产啊？应该是已经布产了吼，就是第2期啦吼，万冬啦吼。之前有讲舟族第1期叫早冬，第2期叫万冬啦吼。首先是万冬，9月13号拜三，天气非常的好，风也是对西南风吹来。炎热，海上有大风，港岛影真大。快艇宇航号甲大篷船鲁特瓦斯号积极准备要去协助迄只平船的快艇马海森号重新要徛起来吼，若是有即个可能啦吼。派去该船的遐的水手，今仔日发现有人伫来偷睇的一寡情形，并且伫咧该船发射大炮的即个枪幕边仔的迄个船里，看到2个尸体，迄2个人因为大炮也伸出迄个空吼，所以因无法度出来。9月14号，拜四，又搁是好天。风也是和昨昏相像，对西南风吹来真热。今仔日也未去甲迄只平船的马神号甲伊搭起来。不过，大家拢还伫为此无用咧进行准备的工作。一个港岛的水也涌真大，有一个伫咧大篷船鲁特瓦斯号顶头做工的水手，伫咧该船伫咧过去迄个礼拜日，就是9月10号，对澎湖转来到台湾遮的时阵，对澎湖退人早来4、5张中文批，要交互住伫咧此地的几仔新仔人。即寡批是由吴方的人，应该是就是当时公司负责检查对外地送来批的或者是物件的人吼。根据批里所写的内容，通过检查处理符合了后，允准摕去转交互迄寡新仔人。今仔日再来交互阮审阅吼。长官阁下为着查阅即寡礼拜日所收到有可能无定有可能有的即个可靠的消息，就是长官阁下为着要查阅即个礼拜日所收到可靠的消息吼，命令人报告迄寡书信中的一寡内容互伊听。对即寡批内底的内容，知影讲官员郭姓爷派去南方的迄支海军篷船舰队，
关系到即支舰队，阮伫本日志顶面7月16号有详细讲过吼，讲即支舰队已经转到厦门，因伫咧航行中，因为伫海上拄着暴风，以及对该洋即地名啦吼，揭阳镇吼，揭阳市诶款，该阳吼，该阳啦吼。以及对该用迄寡小城的人作战的时阵被拍败，而遭有惨重的损失。这个国姓爷因此大生气，就将该舰队的司令官名叫做苏先锋，我好写讲就是苏某吼，伊的名叫做某。伫咧伊转去到厦门5天以后，就下令处斩咯。迄个副司令名叫做黄爷吼，我好写讲就是姓黄，叫做黄吴吼，来该宽恕吼，下面就对了吼，并且派伊带领伊部属去海顶协防该城市。迄时，即个黄爷呢，甲苏先锋会被侮辱、甲被不公正的处死。怒气温饮落来吼，就是即个黄吴啦，其实嘛足袂爽的吼，但是就先忍耐落来吼。伊去到海顶了后，就暗中准备要来为伊报仇。后来伊看到时机成熟，就写批互塔坦的战地指挥官，甲伊讲，倒一天会几点钟轮到伊值班担任该城市的守卫指挥官。答应伊讲，如果到时伊愿意亲自带领大军来到迄个城市，伊将会开城门，互伊自由入来。到时阵，伊真正开城门，互因入来。就安尼，海定市就因为即个叛变，被塔坦人来夺去咯，来抢去咯吼。夺去，嘿对，因为即个城市的失去即个城市，所以真侪人感觉讲官员国姓爷将会遭受到塔坦人真沉重的压力，因为即个海定一直拢是伊的尺寸吼。结果如何犹太时间来揭晓？揭晓要安怎读啊？揭晓拄则迄个揭阳嘛，是即个揭吼。我拄则来读来对来查看觅。接会当有谐音吼，今日练习谐音，结克，我看嘛，结吼。第4声、第8声拢会使吼，结拢是显卦烫无的款式吼，揭开嘛吼，显卦揭开盖子吼，烫无揭帽子吼，显卦烫无的款式吼，徛悬悬的叫做结吼，结甲啦吼，第4声、第8声拢共意思吼，担当嘛是结吼。打白吼，所以是结吼，结阳吼，结晓吼，结晓。犹太时间结晓。有一只小胖船出航前拢是南海，讲是要去沙亭，坐16个查甫，再去下日的号200担胡椒，40担盐，18刀的木香，4桶的水银，20捆的藤，甲100斤的蚵仔。我又搁想要来讲即个郑成功的歹话吼。伫今仔日今仔日篇内底写即段小故事吼。郑成功因为作战时被拍败，大生气，甲舰队的司令官就5天后就下令处斩吼，抬头剁掉吼。
对即代志，你约略会当看出郑成功的个性哦。失败就是即种反应哦。所以会对部属其实袂爽嘛，拍败感就一定是讲安尼吼。而且伊讲，你看进前是讲伊航行中去海上拄着暴风哦，所以因损失的一部分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吼，所以会对人袂不服嘛。虽然讲无公开犯吼，但是足袂爽的吼，再来叛变嘛。假使即种代志嘛是，这毋是头一，这应该是毋是头一咱毋知啦吼，毋是唯一的吼。后来咱知影讲西龙其实伊嘛是足袂爽的，什么原因我毋知啦吼。嘛是其实西龙嘛是相关的情形吼，本来是郑成功的人，郑成功的个性其实是足歹吼，袂爽的时阵吼，会对人讲就凄惨嘛地方，所以即嘛台湾迄寡万人啦吼，拜郑成功迄寡啦，或者是甲郑成功当作是啥物民族英雄的即寡人，对郑成功的了解其实是无介全面吼。你若小可读历史，拢知影历史上对郑成功的即个描写拢是安尼，性格就歹。伊38岁吼，38岁就死去吼，少年，是38岁啊？对，38岁，因为伊伫咧荷兰人来占台湾迄一年吼。出世的嘛，拍伊甲荷兰人赶走第二冬，伊就过世啦，38岁39岁啦吼，所以就是差不多荷兰人统治台湾这段时间，佮加一年安尼尔，佮一年无毋知啦吼。讲起来，毋是一个好主观啦吼，我认为啦，至少我以我人生的经验吼，拄着即款实在是毋是好主观。好，9月15拜5，继续吼。上午即个城堡可敬法务议会召开会议，也是共款的天气，微风对西方吹来。暗时啊，鲁斯温库先生伊奉命伫准务官无伫的期间，代理监督准务的工作，来报告讲。伊规工拢无用力尽力设法要甲快艇马海神号的即个桅杆举起来，对追踪北伫快艇日航号，要安尼豆豆甲迄只快艇由互徛起来。但是因伫迄两只船北岸了后呢，毋敢继续进行落去，除非奉命安尼来进行，因为伊烦恼讲日航号的桅杆会断去吼，惊迄只游袂起来，电到甲家己的桅杆压死去啦吼。特别是迄支大的桅杆和迄支前桅吼，也烦恼讲迄只马海神号的桅杆也会断去吼。我哋就是惊船摊袂起来，结果桅杆煞去断去吼，这是真有可能啊！我想嘛，感觉会真有可能哦。而且咧，海水又个显然吼已经欠悬，而且应个大起来，因此咧，长官阁下随该动议员去即个。日航的号顶头去查看迄寡桅杆，大家商议了后，决定讲目前若要继续安尼来安尼安南北调咧吼，但是毋通扭，以免讲遭遇着意外。等到海水退落的时阵，才过来偷偷扭吼。好，9月16拜六，好天，微风对西方吹来。今仔日早起阮。透早啦吼，阮直直报讲风力又搁造成不幸的意外咯。哇，过来啊！早暗海水退流了后，马海神号伫迄支大的前桅已经有即个流出水面一段距离吼，船尾也流啊有浮动起来。
迄支大桅杆的栏杆煞压进去吼，因为即个意外事故已经开始，你即个抢救船的工作才受到阻碍，停落来。长官阁下和佛罗摩萨议会的议员，阁再一次去快艇日航号查看迄个工作，并且伫咧该船的船长室调集在处地，就是台湾遮的迄寡船长、驾驶员甲其他船务专家开会问因的意见，讲阮应该安怎来处理即只陷入水泥的快艇马艾森号，对尊贵的公司才是上有利益的。应甲关系的处事的意见用书面甲口条提出来，拢认为讲，因为现在完全无可能甲迄只快艇油号徛起来，为着要得到高压的能力来处理此事，阮应该甲抢救船的工作甲停落来，也应该取消想要用其他的方法抢救迄只船的希望。但是另外一方面，要去甲所有重要的物资甲其他特别的物件，对迄只快艇来抢救出来。所以伫咧议会中详细商讨了后，长官阁下和因也拢同处想法，就是同款有相款的想法吼。就如今仔日的挂记了呢，有更较清楚、更较详细记载，会当看到安尼。因此，今后迄只快艇将会完全被放弃，而且将全力去甲该船内底的物件尽量甲抢救出来。放弃啊，对啦吼。9月17号礼拜，阮收到牧师 Antonius Hamburg 对麻豆写来一张批，字期是昨昏。批里写讲，因为顶头已经提起的迄个暴风。就是迄个风台啦吼，麻豆社的教堂、甲港台学校和教师的徛家，以及其他的大厝吼，拢完全倒去吼，毁坏去咯。原住民甲新仔人的厝也差不多拢有受到损害。为着要重建教堂、甲学校等等的建筑的即个代志吼，该牧师期待阮会当对此地予伊命令，伊并且请求要重建教堂的时阵，希望阮会当决定用砖仔来建造。若是袂当用砖仔，至少会当决定用砖坡吼。砖坡有挂号写讲，就是拍打的泥砖吼，土砖啦吼来建造。土角的款啦吼，应该是土角啦吼。为了要筹集即寡建造工程所需要的费用吼，该牧师也提出一个建议，就像讲对伊即张批当看到安尼，阮也知影讲，伫咧小人的教堂甲学校也被暴风吹倒去，道路国甲其他城里的学校也被吹倒去吼。今仔日也是好天气，炎热。微风对西北风吹来，即个安歇日，这是安歇日敬拜上帝吼。哦，所以即道即个风台灾情就严重的吼。风台尾，伊毋是风台尾，风台北直接对安平安尼扫过吼。9月18号拜一，早起即个港道还未到。就是海水还未淹到上悬，最深就已经超过11尺。甲迄只大篷船瓦斯号的货物落来，日时规工拢透西北风，也是好天，但是暗时就乌阴，并且开始落雨，但为又阁有四呐。9月19号拜二，今仔日又阁是好天，炎热，透西北微风，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澎湖，坐25个大埔。再去2572斤鹿仔肉，6800斤咸鱼，84斤虾啊，200斤糖，300斤糖水，4道馍啊。9月20号拜三，因为即马逐工拢记足少吼，读速度加足紧的。啊，即马已经9月啊吼，9月要煞，伊要讲2年其实嘛是已经读要煞，因为伊记到11个呢吼。9月20号拜三，迄只大篷船瓦斯号今仔日装满箱仔装的糖，天气和昨昏相像。9月21号拜四，
装糖要送去平湖到快艇刘维尼号的迄2只大篷船 Lutvas 号和阿佩尔本号，今仔日上午出港，并且继续前进航往平湖去咯。阮甲一张小该快艇的主管的批交迄只 Vas 号的船长炸去。伫个迄只批里提及讲，因将来要甲迄寡装箱的糖搬运到其他的船的时阵，一定会妥善安排，不可就是通知交代因讲，袂使遐尔粗鲁用迄个撬棍。撬棍是要安怎讲？我较早我学着的，我知影叫做马路啊吼，马路啊，咱会知啦吼。伊上袂使用，不可那么粗鲁的用撬棍或杠杆吼。这2个拢去相关物件吼，甲迄寡装箱的糖哦，顶头塞吼，袂使安尼吼。迄寡装糖的箱仔会因为安尼来破裂去。因为迄寡箱仔袂堪你即种气力等等吼，就像即张被当看着安尼交代因啦吼。快艇4号号又过来停跨栈桥，下晡透北风，要暗嘛透东风，天气良好，而且炎热。我来看即个撬棍要怎讲？撬棍。撬棍的英语是安怎讲？我袂记。我先用翻译看翻得出来未？crowbar，crowbar， 好 crowbar。我即嘛无英文的对应的英下词典吼 ，crowbar。无，crowbar， 稍等咧，我真正无crowbar， 撬棍。2023 TJ 中大历史典有吼，你若有翕即本的，你去现看觅啊，858页，正平第6个，撬棍。我即马看英下词典才会对袂？下英啦，我现在查下。下门应该是下英，下英吼，词典。下英大词典。有咧，对吼，一篇即个网站我捌看过，叫做韵类吼，韵类。来，我甲 bookmark 起来 ，bookmark 加入书签，加入书签。加入好 ，OK。来。crowbar
crowbar， 你叫做 crowbar 的，和乌鸦有关系，是毋是？看迄形若乌鸦，但是下音词典嘛是无啦吼。下音词典综合查询汉字哦。English definition， 应该安尼就对，嘿。嘛是无。好 ，crowbar 啊，好啊，阮讲肉女啊，当然这是应该是，大理图书馆应该无收啦吼，无可能有收这。但是我早看嘛捌，女，无啦吼，确实是无啦。好，歹势吼，各位你若知影有啥物叫法吼，做你提供吼。好，来继续看咧，9月2日拜5，看一下时间，佫15分。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庭开庭，海上大梦透西北风。9月23拜六。今仔日上午伫通常的现场验尸用即个鞭鞭拍下设上务员的2个奴隶，因为因偷真侪物件，其中一个还佫爱用锁链锁一年中昼约12点半 ，Peter Van Alphen 阁下伫个顶面城堡内伊住的所在Peter Van Alphen 伫大个所在来过身咯，伊已经破病真久，伫一个发烧真悬的发烧了后离开即个世间。这3年来，伊担任尊贵的公司可敬的福尔摩沙议会议员，最后这1年还佫兼任即个政府可敬的法庭的法官，而且按照巴达维亚当局的阁下的命令。伫个长官Caesar阁下离开台湾了后，伊将会接续 Frederick Coe 阁下的职位，成做即个政府的第2权威的人。伊是一个明辨是非而且真有果断的人。伊的个性将互尊贵的公司失去一个忠实可靠的职员。对遮看会出来讲，即个长官阁下。本来迄个长官阁下叫做Caesar嘛，凯撒已经离开台湾，即马煞接的是就是归伊啦魁伊啦末代总督啦已经末代总督已经接任嘛即个戏码差不多就是戏的戏码到好，失去即个 Peter Van Alphen 快艇日航途已经装上一批装箱的糖，透西北微风。即个港道，海水退流的时阵，水深高潮9月24号，礼拜日，好天真平静。下晡了后，乌阴。下晡举行惯例的宗教仪式了后，就真恭敬隆重来甲 Peter Van Alphen 先生的遗体。埋葬伫个即个市镇，就是指台湾市镇伫个即嘛安平的即个墓园里，伊这是我老是应该是翻译的人写就是即嘛安平的墓园里。
即嘛再个看会到，应该是看袂到啊，毋知伫啥物所在吼。愿万能的上帝，互伊对遐搁活伫永生的世界。阿门。9月25拜一，下晡避风又搁对南方吹来。今仔日有3只航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85个大波载去下日的航母，205857斤陆甲肉，2114斤虾啊，972斤咸鱼，10300斤的糖，3700斤糖水，31道麻啊，4道油豆，41担地麻，甲19领牛皮。今仔日陆甲肉特别多哦，20万吼，一般拢载几万吨、几万斤尔的，20万斤。9月26号拜二，天顶完全布满乌云，暴风雨对南方透来，又搁死啦，又搁弹雷吼，一直到暗时啊才宁静好天。9月27号拜三，透清爽的北风，好天无重要代志。9月28拜四，今仔日9月读要了呢。今仔日下晡，大航船 Luftwaffe 号对偏湖自刘维尼号装满货物转来遮入港吼，转来处地港内，又搁有几张中文批用即只大航船载来遮，要交互台湾的几啊居民吼，是因伫偏湖的朋友写互因的，其中有几张批翻译成做阮的荷兰文了后，阮看到有安尼的内容吼，荷兰人这批咧检查吼，若做品的时阵，阿品个批拢检查吼。好，阮看到有安尼的内容吼，为什么检查惊国姓爷含即边的人串通要拍啦吼？就正常的代志吼。阮看到有安尼的内容，就是福州市被国姓爷的军队猛烈围攻，有真侪塔坦人因此被拍死，其中有300人被剁掉骹手了后，送去海淀市，互遐的塔坦人。国姓爷就是电视讲，足凶足粗残的吼，就是安尼吼，就是你怎看到300人骹手剁掉，送去海淀市遐，互因看咯。国姓爷派去福州的航船，估计有1000只吼。因为你遮残忍嘛吼，你其实野蛮人哦，所以你其实你若今仔日你塔坦人，你是含伊无共党的吼，意思就是我含你无共国的吼。看下这情形你会安怎？你敢要活伊？你就算拍牌，你拍到死你嘛爱拍，无就是安尼啊，下场就是安尼啊吼。国姓爷派去福州的航船吼，估计有1000只，即寡船一到台南。一到南台市吼，南台市毋是台南吼，南台吼，即估计有1000只吼，国姓爷的船，一到南台市的港内就烧毁大批塔坦人的航船吼。有一个官员名叫做大爷吼，伊塔坦人伫漳州指挥官的名义去见国姓爷迄边的官员甘爷，我老写讲甘辉吼，伊的名叫做辉，光辉的辉吼。去见即个甘爷咧，要呈现迄个所在，互伊吼，即个是塔坦啊，就是迄个满洲人吼，大爷啦吼。即个大爷被上水迄个甘爷甲掠起来吼，就本来去见甘爷要献地，结果叫掠起来。也写讲迄寡塔坦人是甚至想要将福州和海淀交予国姓爷，但是无提及任何详细情节，所以阮对最后即个消息的真实性非常的犹豫吼。有一只小航船出航前往即个岛屿的南边，就是龙礁吼。坐6个查甫载去20担盐、4担糖水、1篮糖、2股的烧酒。晴朗的天气透北风，
9月29拜五有良好日头的天气，迄只大胖船肉丝号继续日落雨，快艇 Z 航的号也共款日落雨。阮对马里马伦收到遐的政务员Johannes Olario 寄来数据是本9月27号一张批。对即张批，阮知影讲，迄寡内文社的人又搁安静落来咯，也知影讲塔老社的长老你嫌吼，因念讲，因有真侪家庭对即个社搬去大武隆咯，吼，就像旧年也发生过的代志安尼。但是迄是阮所允准的，所以即个欧拉里奥现在也互因安尼来搬厝。含即张批同齐，即个欧拉里奥也有寄遐的7个居民的7份认罪的口径来互阮吼。其中6份是关系着通奸，第7份是关系着亲属乱伦，就像对伊的内批当看到安尼。9月30拜六，透早大胖船阿偏本号阿飘本，我想是要怎读我就我袂读哦。阿飘本号也对平湖转来厝地吼，港来停泊。即只船甲快艇鲁维尼号顶头所存的货物拢载转来咯。迄只快艇按照该船主管的来批，还佫会当对厝地载约500箱的糖去装船，然后就装满该船咯，并且写讲迄边一切拢算好了吼。下晡风对北方强烈吹来，但是也是好天气。好，9月结束。看一下时间，佫剩6分钟，继续读吼。10月初一礼拜日好天，还佫透强烈的北风，即个暗号日伫教会敬拜基督。9月初二拜一，毋是10月初二啦吼，拜一上午平静，犹原是好天。迄只大胖船路德瓦斯号又佫装箱的糖吼。阮对3个对避南经由陆路前来厝地的士兵，收到派驻伫遐的海军下士 Peter Jerritz 数据今年9月22号一张批，批里写讲，阮顶一道对厝地所寄去的批已经收到，伊会遵照阮的命令去巡办。今年7月26号，又佫有一个 Rupert Reborn 社的少年人被大南社的人杀死。避南社的人遵照阮互因的符课，大南社人发动战争咯，但是无成功，因为因要去烧毁迄个大南社的攻击行动，被对方探知，并且传转去，所以因一阵相当强大的人去到遐的时阵，就发现敌人已经有充分的防卫力量来对付因吼，因此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我方除了受伤的以外，有6个人被拍死，其余的人就拢逃命转来。敌方死伤的人数毋知影确实有偌济。虽然如此，避南社人和归属阮的其他村社的人，拢真勇敢来决定讲要搁再去攻击。听讲我方的友人出击的时阵，特殊不良吼，就是真乱啦吼。是因顶一道失败的原因，因伤紧就伫咧大南社附近的田园开始抢夺吼。若毋是安尼，因应该已经拍赢咯。即个大南社是一个力量强大的村社，伫咧入山约2点钟路程的所在。迄条路真恶行，而且因四过卖实。即个机关啊吼，而且就推齿甲骹齿吼，就是机关啦吼。尖尖的即个齿啊吼，摕伫涂骹安尼吼。阮迄寡俗民真侪人被即寡物件擦伤。该地区就是避南地区，其他所有村社的人拢安然和平相处。今年9月11号，因迄边嘛有强烈的暴风吼，就是顶个月有一风台嘛吼，讲因嘛迄边嘛有强烈的暴风，互因的围墙甲房屋拢遭受到损害。不过现在拢已经整修好咯，就像对书信铺里的该批所会当看到安尼。10月3号拜二。这篇甲长一撮啦，应该是拄好读煞吼。
同款的天气，真属是透北风。今仔日迄只小领港船出航去平湖，要踮咧遐来廉芳修补，也装运150担的茶要去互伫遐的船只，并且炸了一张批去互迄遐船只的主管，命令因拢爱派因的目枪来为即只小船来修补，因为阮必须要将该船真紧就爱因为即只船吼。真紧就要紧转来遮吼，等等。为只小胖船对西南沿海金门来到遮，坐7个大埔再来下日的物件，970罐西南的白酒，33包西南的薰草，7捆的粗纸，佮29个铁饭碗。即只小胖船的船老大讲，伊伫个旧历今仔日18号18工前对金门出航，经由平湖要前来取地，因为强风伫个平湖。停留15天，阮看到伊的通行证有效期18个月，并且注明会当到平湖甲附近来回交易通商。伊讲国姓爷留伫个厦门内底吼，有一大段的时间，就是一段即长的时间无用咧准备，派伊大部分的兵力要去福州。迄支军队去到距离福州一海里的南台遐吼，这南台是距离福州1里的所在吼。拍败了真侪踢人的胖船所以进前迄个消息是真的吼。活了300个踢人，即个被活了的人吼，就如顶头9月28号所写过安尼，被剁掉骹手以后，被送去海顶，互遐的踢人。留踮咧海顶，想要继续征服迄个附近所在的踢国王的战地指挥官，名叫做老君门吼。伫个知影国姓爷的舰队被派去福州的消息了后，就带领伊大部分的兵力吼，海顶敢若派驻军老手，就去福州救援该城市以及要塞。伫迄个期间，福州的四周围拢被国姓爷的军队包围起来了。现在如顶头所讲，伫海顶的踢军队已经离开，前往福州去了。因此有人肯定咧讲，国姓爷会用全力搁去甲海顶甲抢倒来，会出其不意来出击。即个西南人要证实讲，漳州人决定，而且期待要将迄个所在交互即个国姓爷。因为着即个目的，已经派一个官员，名叫做大爷，去官员监爷遐进行处事。以上是西南传来的消息。有死，所以顶头讲迄个大爷去见监爷，这个代志嘛，应该是真的吼。有4只小胖船出航去福尔摩沙南边龙礁，坐31个人，再去140个铁蛙，30匹的面部，50罐山酒，2只牛，2罐麦仔酒，2罐烧酒。好，今仔日读到10月初3啦吼，看起来。即嘛读起来速度诚紧啦吼，所以无定明仔载10个会当读煞吼。后日拜5吼，今仔日是讲我只拜2、3、4吼无定咱即礼拜就会当甲1656年读了吼。好，读到遮啦吼。来看一下笔记吼，3年有写讲，董老师讲切面切身，即个字咱台语用词解释就是摊平啦吼，摊平看啦，侧面侧身摊平看吼。好，多谢3年今日学着。好，另外这咒语讲叫做青光雨吼，这种讲法吼，咒语。好中秋，好门冬吼，好元冬吼。元冬就是第2支稻作，说明讲中秋节若是好天，第2支稻作就好收成吼。用例比如今年早冬收成无介好，做事人5万
下冬看会较好无吼？加在今年中秋大好天，好中秋，好元冬，门冬、元冬吼，拢会使啦。啊，阮的讲法是叫做万冬啦吼。所以有3种讲法吼，我真知影吼，门冬、元冬吼、万冬吼。下冬应该会当补一寡倒转来吼。门冬、元冬，名词就是离奇周作，近义就是就遮嘛吼，讲万冬吼。后壁这后壁这3个我都毋捌听过啦吼。元冬，或者是元冬，或者是十月冬吼。好，这最惨的才用会着啦吼。啊，我昨昏有问阮母啊，讲迄个甲菜吼蔬，譬如讲蔬果就是要安怎讲？比如讲菜种像肉吼，伊会甲一寡中规丛啊扣掉，互伊较烂的安尼吼。阮母嘛是讲洗菜啊，伊嘛是讲洗菜。我会记诶嘛是叫做洗菜，但是咱伫咧书店都查无吼。好 ，OK， 安尼到遮啦吼，明仔载咱过来继续，我们来规班，感谢各位，明仔载再会吼。